各位亲爱这个姊妹兄弟姐妹，小弟简单的要介绍一摆的大选仪。今仔日呢，拜三过3日，恁要去投票，决定新加坡的命运。我看，人大部分的人拢总了解，联民党是贪污无能的，腐败无希望。咱是要注意是啥事？你看伊提出的问题，伊讲什么？咱消灭华文教育，无承认滥用大学，卖帮咱滥用大学。咱的态度是公平的，要解决这个问题，相反平等的。受英文教育、受中文教育、马来文教育，拢是平等。无人相信小弟要消灭华文教育。小弟家己读纪律，读唐人字，3个囡仔读是唐人学堂啊，讲什么？